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直播時間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星期六舉行嘅英國2000堅尼賽馬日。當晚咧一共有9場賽事啦，頭場開跑時間係晚上嘅8點10分。咁我今集就想集中講下 S2 第二場啦。呢場4歲以上馬匹讓賽啦，1200米嘅賽事，同埋 S2 第5場啦，英國2000堅尼。咁當日亦都係設有全球匯合賽事啦，包括獨贏、位置、連贏、位置 Q、二重彩、三重彩同埋三寶，繼續為馬迷提供全球最龐大嘅賽事啦。好啦，咁先講 S2 第二場啦，呢場4歲以上馬匹讓賽1200米嘅直路賽。咁我中意隻雷再響啊！咁原先就喺斯圖德爵士訓練啦，咁但係隨住咧斯圖德爵士榮休，咁呢隻馬今年就轉咗去咧希國斯馬房繼續訓練嘅。咁但係個演出都係繼續好啦。咁你睇翻呢隻4歲馬，除咗初出嗰場跑第5之外咧，其餘嗰5場全部都入三甲㗎。咁特別係今年啦，轉咗去希國斯馬房第一場咧，就由1800米大幅縮成去12米喎。咁但係當日就大力前領啦，呢隻雷再響咧留後臨尾竟然係彈得其餘對手2個馬位贏馬，個姿態都係好輕鬆啊！咁今次再跑翻1200米咧，我自己有信心呢隻馬可以連捷嘅。再嚟就 S2 第5場啦，呢場英國2000堅尼1600米嘅一級直路賽。咁我自己就都一再講噶啦，我8人本身就贏過10屆英國2000堅尼啦，但係近幾屆個成績就麻麻地。不過今屆咧佢都有機會可以再踏上頒獎台啦。我自己就好中意佢隻大展開啊！咁你睇翻隻馬上年咧10月就第一次上陣啦，喺場處女馬賽事一路擺前面走，臨尾就緊贏馬噶。咁但係馬房對佢嘅期望咧都好高啊！第二場已經報名跑咧一級賽杜荷斯特錦標，佢都係擺前走啊！咁臨尾咧叮當碼頭輸咗俾隻光中劍影跑過第2名翻嚟。咁我自己覺得係輸咗少少一級賽嘅經驗俾隻光中劍影啦。咁但係吸收咗一次經驗咧，今次兩隻馬再對壘，我自己有信心可以反先佢，並且幫我8人咧再度踏上頒獎台啦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嚟到呢度。如果想睇翻我其他場次推介，記得留意翻我嘅貼士表啦。我哋有機會再見，拜拜。